房的姐姐在吗？姐姐，哦，慢慢来，不要，要排毒。好，我教你们唱一首阿美族的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去都兰小巨蛋的时候用得到。好。阿美族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唱歌方式，就是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答唱。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那领唱者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。我当领唱哦，然后你们练习让答唱。啊呀那呀哦嗨呀，这是领唱，答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你们会唱的。答唱简单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好，领唱哦。啊呀那咿呀哦嗨呀，答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哈呜啊嗨呀哦咿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很简单哦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8个字哦，里面有3个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你还是不会的话，那你就不要来小巨蛋了，免得被出场。如果他杀你说哦嗨呀哟嗨呀，哇好，这个。会唱啊，大家唱好不好？好。都要唱好不好？好。孩子都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。哎，准备好没有？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嗨耶呀，哦咿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呀努啊嗨呀呀呀哦啊哦耶哦嗨呀呜啊嗨呀呀那呀哦啊嗨呀，准备了。嗨呀那咿呀哦嗨呀那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呀努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哦耶哦嗨呀呜啊嗨呀呀那咿呀哦啊嗨呀，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嗨耶呀，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，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掌声，谢谢署名。好。